各位股友，大家好。港股市場風雲變幻，今次我哋聚焦騰訊00700同瑞聲科技02018。騰訊引發關注，股價走勢備受關注。瑞聲科技近期總體上漲，市場預期熱烈。佢哋短線上會有怎樣表現？窩輪同牛熊證又有咩機會呢？即刻就同大家深入分析下啦。騰訊00700能否衝擊550港元？短線策略詳解。騰訊運完上線圖生視頻模型，為大市走勢偏軟，恒指下跌 0.52%， 騰訊亦隨市下跌 1.38%， 截止10點20分，曾低見531.5元。近期騰訊股價持續強勢，3日振幅高達 13.01%， 市場關注度持續提升，不少投資者正等待550港元的突破，但也有投資者認為高位沽壓較大，建議先行止賺。在此背景下，短線如何操作？技術分析，超買信號明顯，短線或面臨回調壓力。技術指標顯示，RSI 已達72，進入超買區間，表明短期內股價可能會面臨獲利回吐壓力。移動平均線方面，10日、20日及30日均線均呈現上升趨勢，發出強力買入信號。然而，隨機震盪指標顯示 K 線100、D 線92，明顯處於超買狀態，短線回調風險不可忽視。威廉指標顯示買賣中立，而 ADX 指標為42，顯示趨勢強度較高，意味着市場雖然仍有上升動能，但短線震盪幅度可能加大。支撐與阻力分析，550港元成關鍵戰場。目前，第一支撐位在502港元，第二支撐位在451港元。若股價回調，這些關鍵支撐區域將是多頭能否守穩的關鍵。上方第一阻力位在577港元，第二阻力位在589港元。若突破577港元，市場情緒可能推動股價進一步挑戰600港元。但目前股價已接近550港元，若買盤力量未能持續增強，可能會在此關口附近出現震盪整理。產品回顧，窩輪與牛熊證表現亮眼。回顧近期窩輪及牛熊證表現，摩利認購證25215，兩日內大漲 111%， 瑞銀認購證26390，上漲 110%， 顯示市場對騰訊短線走勢的積極預期。另一方面，牛證方面匯豐牛證54547，上升 86%， 瑞銀牛證55436，上升 94%， 反映市場資金偏向做多。窩輪與牛熊證機會，如何選擇適合的產品？認購證，看好騰訊進一步上漲的選擇。摩通認購證14011，行使價 630.5 港元，槓桿比率 7.97 倍，適合預期騰訊短線突破577港元阻力位的投資者。然而，需注意行使價較高，若股價未能快速上升，時間值損耗風險較大。瑞銀認購證14023，行使價 630.5 港元，槓桿比率 8.2 倍，槓桿略高於摩通認購證，適合進取型投資者。認沽證，若股價受阻回調的選擇。法興認沽證14136，行使價 481.61 港元，槓桿比率 3.06 倍，適合認為騰訊股價將從超買區域回調的投資者。然而，由於槓桿較低，此產品更適合較為保守的投資者。牛證適合短線追蹤多頭行情，但風險較高。摩通牛證
55531收回價460港元，槓桿比率 6.18 倍，適合短線看漲的投資者，但需注意收回價距離第一支撐位502港元較遠，短線安全性相對較高。瑞銀牛證55418收回價465港元，槓桿比率 7.03 倍，槓桿略高於摩通牛證，但收回價較近，適合進取型投資者。紅證若股價未能突破550港元，可考慮。瑞銀紅證53398收回價580港元，槓桿比率 14.05 倍。此產品適合預期騰訊股價在550至577港元區間受阻的投資者。若股價無法突破該區間，紅證可能提供較大槓桿回報，但需注意，一旦突破580港元，該產品將被強制收回，風險較高。市場觀點與投資者討論，騰訊能否突破550港元？目前，市場對騰訊短線走勢分歧較大，不少投資者正在關注550港元關口，等待突破信號。然而，也有投資者認為當前漲幅已較大，市場可能在高位出現沽壓，建議先行止賺。你對騰訊的短線走勢有何看法？你認為股價能否順利突破550港元？甚至挑戰577港元，還是會在高位震盪後回調？如果選擇操作窩輪或牛熊證，你會偏好哪一類產品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觀點，一起探討市場動向。瑞聲科技02018短線衝擊56港元，技術走勢、窩輪策略與市場分析。近期，瑞聲科技02018股價強勢上漲，截止10點20分，最新報50.75港元，3日振幅達 16.70%， 市場情緒明顯回暖。花旗最新將其目標價上調至 53.1 港元，並預測2025至2027年光學業務將錄得穩健增長，維持買入評級。部分長線投資者甚至認為年尾有機會挑戰68至70港元。不過，短線技術指標顯示超買風險浮現，瑞聲能否順利突破56港元？技術分析，短線超買壓力漸增，但趨勢仍向上。技術指標方面 ，RSI 為64，接近超買區間，顯示市場買盤仍然強勁。但短線可能面臨回調壓力。移動平均線方面，10日、20日及30日均線分別位於 47.61 港元、47.4 港元及 45.2 港元，均呈現上升趨勢，發出強力買入信號，顯示市場動能依然向好。隨機震盪指標顯示 K 線99，D 線90，明顯處於超買狀態。短期內或有獲利回吐壓力。此外，威廉指標值為-6，亦顯示超買狀態。投資者應留意股價短線可能出現震盪。CCI 指標中立 ，DX 指標為13，顯示當前趨勢強度仍未完全確立，短期可能出現調整。支撐與阻力位分析，56港元成關鍵考驗。目前，第一支撐位在 47.1 港元，第二支撐位在 44.2 港元。若股價回調， 47.1 港元的支撐力度將成為市場關注的焦點。上方第一阻力位在 56.1 港元，第二阻力位在 57.1 港元。若能成功突破56港元，將進一步打開上升空間，挑戰更高目標。不過，短線內若市場情緒轉弱，股價可能在51至56港元之間震盪整理。產品回顧，窩輪市場積極跟進。回顧3月4日提及的摩通認購證，
13208，兩日內勁升94%。瑞銀認購證13194，上升91%，顯示市場對瑞星短線上漲的積極預期。窩輪機會解釋，如何選擇適合的產品。認購證，看好瑞星科技進一步上漲的選擇。法巴認購證14460，行使價54.73港元，槓桿比率3倍，產品到期日為2025年12月1日，適合預期瑞星股價突破56港元並繼續走高的投資者。該產品引申波幅為 61.9%， 波幅較高，適合短線博弈。花旗認購證14314，行使價54.68港元，槓桿比率 2.8 倍，產品到期日為2025年12月8日，槓桿略低於法巴認購證，但波動率更高 64%， 短線資金或會更青睞此產品。市場觀點與投資者討論，瑞星科技能否突破56港元？市場對瑞星科技短線走勢仍存分歧，部分投資者看好股價能夠進一步突破56港元，甚至挑戰年尾68至70港元，但也有投資者認為短線已進入超買區域，可能需要先行整固。你認為瑞星科技能否成功突破56港元，進一步向上發展，還是會在短線震盪後回調整理？如果選擇窩輪，你會偏好槓桿較高的產品，還是時間價值較長的產品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觀點，一起探討市場動向。歡迎關注港股窩輪 Jenny 賬號的其他分析文章，掌握更多市場資訊與投資策略。